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安平方法。同一制品贵早都出现在人类历史地位，但是同一的文化长期以来，因为每个民族也的生活方式、也风俗文化无同样，发展出无同样的路。今日我哋有倡导的，如果对生活开始，把客家文化同精神等于同一文化，可能有倡导的是李文龙先生。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好，係李文龍，係屏東嘅灣民。先生，請問一下，你開始弄想做哪個陶藝的作品咯？也是啦，本來我哋有做生意啦，每日都愛泡茶，去到親戚朋友來聊咱哋客家人都客來奉茶，也是最基本的禮貌來聊嘅時間就大家開講泡茶，我就咩到假使茶會七家我來做，每個奇妙東西我本身對於美術方面有個喜歡我就睇試做睇啦。咁嘛個神奇呢？因為愛泡茶，嗰時候做茶壺嘅。人家冇講係驚個好食飯，我自己嘅耕田。咁到一開始我想講，剛我如果做一個安尼嘅茶壺，你這個本身以前係做美術類嘅工作嚇。做起來啦，喺一個體驗公司我係做過一個廣告設計嘅工作，海報嘅一個繪製我都本身對美術、藝術都過有興趣啦。咪到有興趣都同一個都嘅結合得到嚟呢方面就來創作一個茶壺嘅。你咪貴厲害，因為人講陶藝文化因為地方唔單止講係有個陶泥嘅問題，還有有藥嘅問題，還有社會時間嘅問題，嗰種問題會去解決。像你會我都講屏東地區有陶泥做呢陶泥對哪來呢？這個泥其實是一下種嘅泥啦，不能泥一般有天秋嘅泥，就陶泥也攞係陶泥，主要問題都難點冇按那個設備，將一個陶泥地背嘅沙料，一個粗件，完全除下，也有個專門嘅公司去做，做出來泥。那就可以試驗，一個可以耐到一道紋土，有個有700-800土嘅，就變形嘅，有個泥都比較都可以效果高嘅，普通人哋用嘅泥都剛剛都對100鋪嚟也有啦，一般嘅紋土都寫到1230土，也算貴高嘅。從安尼睇，一係這個慢慢嚟用。試驗講那種泥，可以燒到一道土，很後來當試驗出來嚇。要做要燒，做雖然我有啲經驗嘛，是有後邊特別唔了解，燒嘅快啲又幾多燒冇法土嘅，你會快。咁還有個釉藥咯，因為釉藥聽人講個釉藥唔塗上去嘅色唔係嘅色。可能燒出來嘅色，可能真實嘅色。咁像安尼嘅東西，唔知係乜用去講去試驗，用去創作安尼嘅新嘅東西。不過嚟啦，一個釉藥當然啦，要燒啦，冇燒完全唔掂。古時候講嘅有個試片，要比如一個試片，有一個釉藥，有片嘅號碼，燒出來八個色。後邊呢就用乜嘅色，全乜嘅號碼，就都可以嘅。像嗰種釉藥因為我冇做過啦，我唔知，我摸一下，我同推推我哋啲觀眾朋友同摸一下都。像嗰度塗嘅層層淺淺，會改變色。譬如我塗個泡一些色會變個盤嘅話，同樣嘅色咪？一個好，你講個泡就色都唔會改變。唔會顯嘅，個層個盤都個層色，個顯嘅，有個問題，又要貼盤，又會流，又會流下啦，唐三彩嗰種樣嘅不過一個用嘅一個厚度但係嚟社會嘅時間溫度落一批喺冇個常常都要流下嚟，染乜表拿唔出來。
就发起嚟，对吧？咁咱哋一出以來，你對開始學吼，都寫出第一嘅作品，差唔多花1舊嘅時間啦。隔1舊能幾發出。啊！所以恁陣也唔係幾舊呢，什麼2、3邊嘢都用。可能係幾厲害呢？吼，就安尼啦。你嘅文圖，你而家係用乜嘅頁啊？係用柴窯還是用天而家頁？窯哈是嗰度種啦，嗯嗰做起嘅啊路柴窯，嗯，哦，有咩柴窯？小農行嘅。小農行啊哦，可是小農行嘅文圖哪位行？我也我冇按過啦。啊，我見到路有陣時路嗰個人用嘅都乜嘅瓦斯窯，上瓦斯。啊，我見到路天窯，啊天窯比較你都嗰容易上。哦，文圖嗰個固定。係啦，嗰個天嗰個控制。哦，啊見到有時間一個柴燒。柴燒這兩陣以來，對於環保唔係喜好啦。按過以來一個時間幾長。最細型的柴窯哈，都差唔多話2年半的樣。按過太型的吼，幾張樣的。幾張樣了，係啊。看見有多年嘅時候對業窯開始，第一要先把佢行出一點文圖出來，個把個作品放入去，然後開始燒，我嘛學一燒幾禮拜，然後係得變一啦。啊個要40字冇掉喎。嗰度哎呦個上班紙條燒啊，冇人做唔掉。啊出門燒一個柴燒嚇，條熱係可以哦，因為文圖啊唔係幾高，按燒3-4年去哦，哇！依個文圖嘅，差唔多會700-800圖呢吼。哦，這裡面燒1000個圖啊。1000個圖。到最後係，一供火去1000個圖啊，那個燒窯要做防腐衣，因為人家圖10分高。哦，太辛苦啦。嗰種人家最常用嘅係乜嘅？我而家用嘅就別的過新嘅啦，一個天窯爐，一個瓦斯燒嘅啦，有兩個混合嘅，別的一個過新嘅手法。像人家工作室以前有用過紅嘅嘛？人頭都講有用過紅。冇用啊呢。一開始都用天窯。係，因為佢種嘅窯哈，佢佔地方。哦，佢哋佢睇地方。啊，個如果燉炒菜，哦，冇辦法啦。你愛估一條嘅，係啊，一定人是無限嘅咯。要洗手時咧燒，冇得，嗰情況就。咁後來慢慢嚟去研出用嘅批房嘅圖案，用嘅批房嘅釉藥，嗬，用嘅批房嘅一啲文圖嘅時間，如果開始創作人嘅陶藝嘅作品，咁你記啲間陶藝嘅作品係做乜嘅？唔記得冇？哦，我就做茶壺嘅。因為因為現場嗬，我哋看到幾多無共用嘅茶壺嘅啦，嗬，我哋一啲啲嚟上面，因為每啲都幾有幾神奇。譬如講啊，對藝術行嘅開始，一開到從一啲我哋講樹幹，嗬，樹頭嘅嗬，其實我幾有興趣講，也係一樣嘅做，睇咧，你嘅樹皮要另外做，一個啊，一時性染上去嘅，一時性染上去，而唔係講先做樹頭嘅，然後再去做一層。做一啲染奶一層皮，然後再填染上去。染咩呢？因為一個哈，茶壺嘅你做一梳頭去啦。最初咪啲雛形都做起來。啊一個雛形呢，就做乜個形呢？已經有一個有個計劃啊，現在做出來，啊就過後慢慢地去染一個樹皮染上去。哦，樹頭本身都用人家講。陶片，好，如果譬如講染，好，你一片提前做出一個形出來，然後樹皮呢一片一片填染上去。係啊，啊，你那會整啊吼。啊，我主要一個吼，對花時間用嘅，因為你出門做，因為天熱，那天熱，不，要控制，個冇控制。一卡路面。你差唔多要半晝嘅時間，那做天一擺嘅，一份3-4班。如果做嘢做得差不多2年嘅時間，2年，差唔多2年。好，第一擺做一對工工長嘅時間，能可以染第一擺。希望我哋屬於染啲有腳下嘢。咁從下嚟嘅話，又鬆又肉嘛。一種嘅啊嚇，因為又要鬆嘅都好，誒，拿緊，嗰啲鉗啦，平平，比較啲都係鐵花俏用。哦，安那都冇鬆又要。你比本身的難，哦，燒出一個顏色，哦，一個刻畫嘅紋路，更明顯，可以嚟鬼刺眼。
咁我有2种无强的色。哦，像一种的茶壶哈，就酥皮让我用一色。哦，佮迄个有奶是乳体干啲嘛？哎呀，个奶哈，普通的一般的陶土的奶哈，有分几种，黄色的陶土啊，就那里一般平常用的，一种那个瓷土，佮拍色，嘿嘿，有白陶土，个外个奶火土，奶火土都变了做一个像茶馆的杂茶的，叫做用奶火土，奶火奶。这种奶的茶片除了杂质里边，应该讲里边成分无共样没？里边啊也是有个专门人去做啦，伊要爱去调皮啦，爱去试验啦，一个调皮过后的奶，佢实都会高温，伊里面唔少，一定要经过试验。嗰种也要有色的奶本身，系即个系咱后尾去加色，还是讲本身嘅奶乱嚟色？本身奶就有色，也如无色的奶，像有种的朱泥都红色，就是红色的那个能做用朱砂壶的嗰种。一个有黄色的，几多种啦。但是当初我想我讲做完的伊啲像梳头一样的茶壶，看到佢神奇，但是佢定下。主要的啦，那点咯吼，乡下人啦，那点咧对人哋乡下的那个农村的东西啊，梳头的啦，一条那个打鸡啦，有一种的特别的风格样的，就想要用一个形体来做出一个东西来。各位观众朋友，李文龙先生对于规划视茶的人，变成一个做茶壶的人。休息一下，文龙先生问带嗰套作品，我来问他嘅意见。嗰种唔做嘅东西，纯粹係一個客家的文化推廣，用藍色的，有個花口的，布口的，布口的，個涼的嘅安尼嘅太劍，安尼形塊做出來，不一般人看到也都客人的東西，一聽都係客人的東西。歡迎過來安平方法，今日我哋有請來賓李文龍先生帶來幾道以精彩嘅茶壺嘅作品。李文龍先生，幾篇嘅幾茶壺嘅，看得出伊哋係梳頭嘅，另外一啲係墨嘅啊。佢用一個都，嗱你講蛇路嘅，蛇路掛牛，擼係，嗱你講伊擼掛牛都收嘅，一個蛇路嘅東西，睇上下幾普遍。目前木本那都有，一個形體看伊安尼個優雅樣，看伊安尼個神氣，我就咪到來做茶壺嘅栽安尼。佢栽係咪出茶水出來嘅地方？我想到我用蛇路嘅做入嘅栽，因為我頭覺得講，係唔係嗰種梳頭嘅地方係栽，茶路嘅地方是個蛇路嘅地方係嗰陣。手把的部分一個蛇路是啦，當然蛇路出水伊種咧有個奇妙性啦，個對一個那農耕人來講，也有那個親切的東西樣。老伊是蛇路咯，幾多係，佢伊嘅形態呢，行路上是呢幾可愛啦，幾神奇嚇。種也係作品。一片有啲幾特別嘅地方，你講唔用書嘅，做入嘅手把部分，其實我看到安尼嘅作品，但是我一直唔知講，入嘅書啊一團，人講陶器用嘅鹽強下話，又係用鹽的地下，也係用鹽嘅，因為書嘅本可能拿去燒，一燒變火嘅，係條路唔係嘅，伊一個那啲嘅茶壺嘅，一見到邊嘅所在有留嘅空地嘅，一個書呢，那點就愛做一個螺絲檔，要定一個順條樣嘅，卡順樣嘅。一個再用一個羊羔是種了幾多，同一般各方面都 A 比較，
有一种的也是用水呢也可以，如俺都用 AB 胶搁方便，按染落去。嗰时候本体先烧好，走。好，咱用把留一啲笋呢，把个薯头诶去染落去，还是有螺丝喺里边咯，有旋入去以后，然后用水呢，冇了 AB 胶一起染好来。你比较理解啦，个运动啦，唔要讲啊，染冇好来好来。你感觉放来都两种无同嘅材质，接泡放来嘅东西，感觉都又够神奇嘅，而且咁以即个嘅人讲乡土嘅味道啊，吼，又够重嘅，吼，唔讲係用奶作为伊啲食路嘅，本身隔壁都有一啲薯条嚟嘅。上街喏，佢看到都叫立马，我上头用立马做碱嘛。那上下吼，港田人都带立马啊，此係唔好講，咱漢人幾喜歡港田，港田太多是甲漢人。情根與骨啊。那個好多人一定要做生意，一定都生活的方式嗰種冇乜咁樣。那港田人對那個港田那個呢東西看起來有一種嘅親切感啦，嗰時候要去炒貨嘅，我就做下個豐收，等於講蘇生好。嗰時唔做乜做人現，嗰種現看落有時像米倉咯，人哋以前嘅表面嘅嗰種米倉。有一種有那個各種嘅形款啦，我一個做茶壺我就有考慮到實用性啦，一個一個壺嘅嘴嘅蓋做細把斜斜，個咬一片，髒髒嘅個咬一片，呢，比如講嚟倒茶先。嚟沖茶，標的個方便用。係要再擼咬一片嘅時間，你倒水，好，你唔是講個順數，嗰種也要作品地步，也要把樹係用鐵嚟去熬嘅。一個用一個阿魯米線，用鋰線。我想到用安尼，唔係像其他嘅講，你做一啲薯條嘅啦，冇得講做一啲。嗰種木材用嘅一啲把手，也是一種嘅使用法吧，一個提梁壺，提梁壺，一個東西我做起嘅專門用鐵線，我還有人用銅線，我就講用一個鋰線，阿魯米線，鐵線呢一個缺點咁樣會上路，會燒。我最後我上路歐洲，我人家個銅線也同樣我上一個銅燒，銅燒有銅呢，我用一個鋁線。種頭東行我們都冇看過嗰度茶壺嘅一種作品吼，佢把嗰度雕嘅啦、法啦，比方說可是感覺到講現場做嘅作品地方吼，嗰度都同農村有關係，而且頭東又講到同客家文化有關係。我想到把安尼嘅東西，比如我聽下茶壺嘅地方，一個那個生活嘅環境嘅關係啦，那個不用一般人港田都有那個農具啊，那東西啊，那有接觸過很多，比如你那看到那東西有習慣的，有那親切感樣啊，那個做茶壺嘅，佢上有那個特殊嘅一種嘅風格。咁你做唔做很多茶壺嘅地方，有俾人嘅印象幾深刻嘅一個茶壺嘅嘛？茶壺嘅是做很多各式各樣，那啲冇乜嘅特別嘅啦。不過那啲每個茶壺嘅都經過那啲嘅書，安尼因為安尼有感情嘅東西做出來嘅，都有一種嘅特別嘅感情，全部都同樣個這個我喜歡。我點有做一啲茶壺本身有一啲客家嘅藍山吼，同一客茶壺。那我想到做安尼嘅東西。一條拜客委會啊，推廣一個客家文化，都有互通嚟嘅，一個東西就變成咱我都做一個藍山茶壺，比如如果有客家嘅文化代表，用藍色嘅。
也个发口的，补口的，补口的，个量的个安尼个太紧，安尼形款，安尼做出来。不一般人看到也都客家人的东西，一听都是客家人的东西。一般迄人都较了啊，看到安尼茶馆的，因为要把客家人咯，就安尼。因为嗰阵时你讲，人讲到客人，我都讲茶壶的好啦，想讲要把客家一啲鬼抽象的东西哈，比方茶壶的地方去，你要想到讲牛的，无论头讲的啉嘛，但是欣赏这个线的路线啊，等你睇景色，在蓝山，ที่线牙色，然后迄个油要变成蓝色的样诶。听你都把上面的发口的太极同表上伊，表反而一看到啲伊都有客家的特色的东西。那除了安尼以外像客家文化，这个对你来讲係一定用的一個代表。我想到講，以前明日你要希望講，第一你可以做茶壺的，第二有一啲我哋講使命你講一啲意義講，用來把客家文化嚟推展出去。那个茶馆的时候啦，种类是几多，一般看人的喜欢啦。一个蓝山茶壶比较啲都各有客家性啦。一般的茶壶就嗰平常的东西用我就会变到有客家的特色，就用安尼个动机做出来啦。嗰就想做出安尼茶壶的，应该偏而冇做安尼茶壶啦。偏而所定嘅目前拍板冇看到。像你这个看过的，比如讲偏而你这个特有的茶壶有哪种的特色啊？一个茶壶我做茶壶嘅都睇，因为我泡茶，睇是用心，用心，唔係看嚟講嘅，像看觀賞，不用法唔係許好用，你冇乜個意思像個食酒樣嘅，比如我廚房按高規矩，冇什麼低嘅嘢嘅，都帶用嘅好變成那啲都做從嘢實用，按呢個。天然咯，一個都愛有客家嘅精神。真唔係個啦，一個泡茶對人哋客家人嚟講，佢有親切的關係。我哋以前嗰啲路片都有風茶。特別因為我掃地客人種茶幾多，做茶幾多，因為早期嗰客人嗰個喺山腳下耕田嘅，伊就會種茶。像人哋咧，萬社堂嘅乜嘅客家歌嘅採茶歌啦，因為完全都對茶有關係啦。係啊。我陣時邊我哋南埔六隊嘅行業，我哋冇睇山當冇沾到茶葉，嗰時我哋一片咧茶嘅文化冇按到，但是我哋北埔嘅行業，嗰度還是種茶呀，嗰度種茶、製茶嘅啦我哋嗰種其實我看到欣賞嘅作品，我發現可能係因為欣賞對人家生活地位，把這個生活地位所關心的東西，唔講係太自然的東西啦，客家文化的東西啦，變成茶壺以後，變成欣賞嘅作品的辨識度。如果一看到啲又係李文龍先生嘅一啲作品，從安尼辨識度一開始係你這個實聽嘅，還是路慢慢的行出來嘅。主要咧啦，一個茶壺嘅做法幾下種啦，我就喜歡用手捏嘅啦，用手做嘅啦，唔係用機器。唔係，也有少部分也有啦。不過也鐵雕吧，主要吧用手工捏起來的，手捏茶壺我都比較好喜歡，各有特色。伊啲茶壺嘅好同快，最主要係可以做人把某個東西帶入來。休息一下，等下李文龍先生，我同人分享，應用把伊生發嘅東西變成一啲可以用嘅茶壺嘅。嗰種而家係咪有成立一啲工作？有類似咁嘅情況，不過踩板車的方式啦，就過古亭，我哋嘅練法有按嘅半旋轉的方式，嗰時候練出來有按嘅練發文，按嚟講舉練。
样过来暗样方法，头多李文龙先生同你介绍几道具、几神奇的茶壶诶。文龙先生，嗰时做茶壶嘛做出伊的这个工作室系咪？一个校里边我哋副头啦，我就设个工作室啦，里面把有高校有人来参观一点，变成来做工作室。嗰时一工作室成立后，最主要的目的系乜呀？当然啦，主要一个做茶壶嘅一种嘅传承用按个现在推行一个客家嘅文化有定位做有安尼嘅用意啦。像我哋讲我哋米的工作室有时就会有自家个特别的一个技术，像咧慢慢咧陶工坊地方，以这个有乜嘅特别的一种技术冇？你讲古神奇的一种技术冇？个茶壶一般就会手拉胚手捻呢，就按的方式。不过还有做一个剪裁，记得一个呢耐水的一个工厂一个方式啦，我都将一个耐水的工厂方式做入去。让我讲，你以前做过工厂的土木的工作，系买材料，买材料。不过对一个工厂的个方式有得了解。像比如叠瓷砖，按外边可以叠，安尼哦，来叠落去啊，按你讲细沙，外边可以做落去啊。细沙呢？细沙咪用啲机器啊，定係冇可能用嚟變成最简单的用的。那你一种的沙嘅，实在唔係沙嘅啦，係一种的塑料土啦，就地附外面过用个海绵浆水慢慢地去射出来，有这种的射杀的方式，毛路刻挖，割一條安尼嘅，我曾經有個經驗啦，有人能夠聽一個咖啡杯啊，有使用實質，大小不能差太多，一種嘅方式嚟手拉胚啊，就唔方便做。根本冇控制啦，我就用水嚟工法，我做個板呢，一種嘅木紋樣嘅，將一拉胚拉好嘅時候，板呢放落去，睇些個係全一樣。嗰時變成講，個板呢本身都一個固定嘅容積嘅容量，嗰時用雖然係用樹綁嘅東西，但是一放下去裡邊。你睇縮縮啊，形體縮縮啊，太細都啲，係也250cc 嘅一種容量。嗰個嘅太細當然有茶片，上茶唔會貴呀。但是一般有樹做嗰種文土嘅嘅，一定都一種嘅，你講片賣幾多啊？冇煙嘅幫忙，一定就唔咧，有按你嘅特色嘅。咁你佢聰明嘅，因為用樹嘅東西冇辦法做出幾準確的東西但是你睇一啲幾關鍵的地方，你用一啲板模但是你其他地方全部用樹嚟做，又有樹的穩土，但是又有一定的容量，咁除了安尼以外，個技術的開發點樣咯？技術是一個路成型的技術都像安尼不過所有商業唔係全特別方式一樣。總係有一個問題像頭度我哋看到也亮嘅東西地方，做乜嘅也要我哋講也按鍵咩係有優勢，也要有加有用喎。一個優像一個優都標傳統嘅優啦，不過一個優就標啲安尼個亮面標啲安尼幾平常嘅東西一個我就用一個灰釉，乜係灰釉啊？灰釉是一個天然嘅東西。將人哋社會梳頭嘅，社會變灰，要灰拿去泡水，將一個磨嘅沙沙色特別厲害，存到清幽嘅用一個水去理起來，一個就係釉一個天然嘅釉人哋代替攞一個一些嘅奶漿，因為奶漿不能一般的奶可以燒到前3度土因為用一種的奶漿白土就可以做會異化會用
台湾的一种的奶，一个就真药药，从一个水，落胸下，喷上去。嗰时刚才我有安尼浅层的色咯，也是一种的喷的方式，那人喷过虫啊，就不过扯，如果喷，泡个喷那个就泡，嗰人的喷的方式呢，有除点的，有洗点的，也有用除点的方式。有安尼颗粒的感觉，安尼。嗰时嗰喷的我系变成安尼强化色系咪？差。嗰冇喷到我都变成安尼，我来嗰咖啡色。系啦。哦，原来系安尼。一个要天然的啦。嗰天然的一种色深的感觉咯，因为唔像涂的一涂都全部满。系啊。也都，你这个喷的时间应该嘛看唔出个显系，到底系色深或者为哪去，但是你一烧出来，唔能第一上安尼用的。不过那的喷它有个地带啦，因为那的过去有安尼经验嘛，喷一除的，喷用那个方式，一头掉安尼个方式，安尼。我一直有点问题吼，我哋讲肥嘅都瓷器吼，同陶器，伊都在差别喺内咯。我哋感觉到讲，系咪瓷器如果个泡还是陶器个喷，嘿，也分界喺内。陶器是啦，如普通人一般的跟奶啦，有天球的奶也用，就按那个东西。一个瓷器它用了瓷土。用瓷土。要瓷土底部本身都有瓷的一个成分，就等于玻璃用的，有石英，伊烧出来的东西伊那个声音都够清脆。陶比较低乱的陶器的东西都，它陶土本身你再怎么烧一高温。其主管有底部还有空气，故说有个陶器的东西，你抹上油有冰水落去慢慢的会挤出来。也孔洞空隙个洞，有嗰个小细孔啊，那人家就是看不到了。伊种个陶器的作用都用的呀，像比如那古早期学年就一路咸菜，家家有陶锅，要陶锅的好处用的呀。都因为其有空气，其有一个对一个东西的收缩会释放得到，对一个安尼发酵有一个作用。像普通人的老酒，像一个用酒瓮的，怎么用塑胶桶的就品质都冇重要，用酒瓮的。洋人一般都冇用一个陶，用乜个？用橡木桶。摕去炖酒，摕去发酵，一个陶器的作用有听。嗰时人哋有时泡茶，系咪讲哪种茶要用陶壶去泡，哪种茶要用肥嘅茶壶去泡啊？陶土乱的啦，因为一个陶壶伊会也吸收一个上面比较哩用老茶嚟过适合，像一个老茶，一个普洱茶，嗰完全发酵的茶，嗰发酵茶，一种嚟用嗰好，因为伊有安尼储存一个香味安尼个特点，一瓷唔咩，意外唔会吸收，如用乜个用一个清茶嚟过好，我哋过清香，都安尼个。安尼个啲，做嘛讲，我去腌制的东西的时候，用陶。因为伊本身的孔洞，空隙嗰度，嗰时有的东西可以变喺地步，无如比如我讲杂质啦，有的东西系可能一些矿物质啦，无如一些嘅微生物可以变喺地步，但是因为瓷土如铁麦，地步嘅细条如果冇，嗰时而且这个本身的特性，嗰时变成伊可能冇按到嘅孔洞一般安尼附着喺上面。咁像这个本身喺做陶土的一个开发的时间，有用过，香港有用都乜啊？曲法炼一个技术的。也是啊，一个奶做茶壶的前，一个奶当然我炼过，普通一般伊太量的用机器嚟炼，因为那用的量冇咁多，我哋用水炼，炼的时间主要炼奶。目的都係一個奶，伊喺啲空氣啲壓出來，嗰一個
一个软硬啊，佮平脚，加盐心加过油，那就做出来成品，品质加够好。用个练啊，像人裁板车啊，你们也有类似安的情况。不过裁板车的方式的就过固定。我哋的练法吧，有按的半旋转的方式，故所练出来有按的连发文按那个讲举练，安尼啦。用个练会练出莲花纹哦。因为那个输入个哦，输入提练的时间，我一摆安尼印出一个。来操。安尼连发尾用输印出来连发尾一种奶。迄我保留一个形，我形下个然后输音的形还是讲做些都冇呀，做些都冇呀。像练奶时我留下来。像米的茶壶伊本身都按着练过。不过伊人应该现在伊人大量生产了伊人冇用手工做，也冇用手练的，伊人用奶胶，一个石膏模磨的，奶浆倒落去。用按那个很多注浆的方式在生产，总应该大量的多数按的。像我们除了做茶壶的，应该会做别的统一的制品。一般还是喜欢做茶壶的啦。普通一般也有做一些花器，也有多少做啦。不过花器因为弄松油，很酱孬的。我做东西冇样，对药就冇过重视啦。我重视主要都伊个造型，那个使用法。如果我家做茶壶嗰度。李文龙先生把神发地杯事业的茶壶变化成另外一个无共样层次的艺术品，嘛成立了一个慢慢的陶工坊。休息一下，我们打下看看李文龙先生喺陶工坊里边蛮做乜事情。像咱哋唔好优雅嘅话，嗰时我感觉。做茶是一种过特别的功夫啦。一个包括一个手捏成型，过一个彩绘发图，一个有一个星期来做茶才过好。欢迎过来安平方法。我哋今日邀请来宾李文龙先生，做茶壶做到开自家的工作室。我哋更加让人问问看陶工坊里边为做乜事情？文龙先生，你除了做茶壶以外，你有教学冇？也目前有一个乐龄班。乐龄班。个有部分学生也有，喺我嘅工作室喺上课。像个乐龄班，你这个教乜嘅？因为老人家对人嘅创造性可能过冇上按样嘛，如普通一般家用的东西，像比如茶杯的盘碗那个日用品个甚至过太型的都做一个笔筒一个插花器的。就按的，太不容易按的。咁像我哋乐龄班的课程伊係一階段嘛。對一開始作用嘅，一開始都拉胚嗎？還是講係用哪種方法？一個成型方式是幾多種啦。最簡單、最方便的就土條成型。奶條嘅，一牽起來。個一個都陶板成型，用陶板。切得一啲細角去雕好嘛，伊個積木樣嚟雕起來，一個一種都手捏，手捏就比較啲都過精細嘅東西，像比如你們捏一個花，一個裝飾品，一個完全係用手捏。嗰個基礎嘅話，嗰種點解你喺20世紀樂齡
靠上，铁的路最基础的土条成型，然后一般它个银路嘛无嘛，好把它挪一条一条，然后剪，可能剪发片呢，吼发干呢，无路嘛个东西。佮天银头讲伊咧陶板，陶板，比如用啊，一种那个奶哦，粘平了，那个做薄的，落来擀面棍是粘平的，伊粘平的时候，那根据那个用的方式，太细去裁剪也可以。一个，用那个用天然的方式，伊本来型呢，也做出一项东西啦。一比如过刺眼。其实都可以做嗰种，譬如讲有四角形啊、长形的嗰种嘅下边那个的，你用那个把那先做出来，然后用奶水体用奶一啲果营养放来，然后去食。咁最尾都手拉胚。手拉胚啊，是一种那个啊，最难的手拉胚。头头讲係手捏啦，手捏，但手捏係一種用嘅做法咯。手捏都比如讲，那个捏喜欢捏乜嘅，有人捏个小动物，一个老鼠的啦，一个雕的啦，就可以用手捏的方式。像比如我做起一个脚趾头，全部手捏。哦，係细细一条集中起来。一定人工嘅，吼，有咩变形？嗰边就技术性高。嗰種人樂齡班，梗係要社會時間咯。有個啊，因為一定冇一個設備，我哋係做事實，弄係一次係得提得少啦。從那嚟搞樂齡嘅時間，應該已經搞會叫嘅啊。樂齡班去年也有，今年應該現在係得。一期差唔多一叫嘅課2個月、3個月。2個月、3個月，最尾可以學到用嘅做成用嘅一啲成品。但係最簡單的方式做。不過也係可以嚟細分啦，有嘅可以做多過精緻嘅東西啦，不能一般嘅都簡單嘅啦，冇聽啦，可以教你嚟細分。咁你除咗教學以外，先生自家本身應該除咗做也俾茶壺以外，你自家話有乜嘅新嘅創作？應該比較啲都茶壺過台面啦，茶壺過台面，你做法器你要個必要啦，個重視一個要啦，必要你講你個少用要，個用天然的東西，就國家冇啲商藥也有，都做茶壺擺個台面啦。咁而邊頭東我哋看到你嘅有啲茶壺有啲書嘅邊啊吼，咁從安尼講兩個材質結合放嚟茶壺，咪有在做新的一種想法。一種嘅樹嘅邊一個木頭嘅一個結合一個陶器佢做前都用嚟做啦。而且現在我有想講係咪可以用玻璃去做落去？玻璃？玻璃嘅東西因為一個溫度跟陶土溫度唔一樣，玻璃嘅溫度比陶土更高大18，要按樣嚟做上去，一個技術嘅問題。嗰種玻璃嗰大啊？玻璃個大，嗰種嗰種玻璃先做好，等染上去，再一社會化，會用係。錯，嗰所有嘅東西你將一個那啲陶器先燒好了，因為高溫燒到1230、1240，甚至於1250，你玻璃已經變水嘅，那你叫它變成那講，要那啲陶器燒好嘅，玻璃都變落去。燒到玻璃嘅溫度，就好嘅。將玻璃只有燒，頂多燒1200度嘅，1100度，1200度。咁你陶器嘅溫度我唔拉擺嘛？嗰時候已經有燒過高溫嘅。你意思講燒200？係錯，已經有燒過高溫嘅，即係燒過低溫嘅。先燒100把它成型，加入玻璃。再燒100，好表現兩個東西可以合用下。從安尼嘅想法，你希望講個玻璃可以表現喺哪咯？就比如一個那你可以做一個裝飾嘅東西就可以啦。喺無論茶櫃嘅壺鳥一啲茶櫃、拿櫃嘅。主要還是裝飾啦。
因为有玻璃以后也色神就变得过多诶，可以过紧，唔要讲啊，伫身上这个唔好上油药，好，但是有玻璃的东西变成也要色神就变得过多，过精彩吼，过多变化。咁像咱会看到安尼的作品底部吼，啊，因为其实头都欣赏对你这个好泡茶开始，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艺术品。像艺术品同实用品两种东西。啊，台湾讲艺术品贵贵，实用品吼唔可能太贵。但你这个在做两件事情的时间，你应用可以拿到一个平衡的地方咯。一个是啦，茶壶的本来都实用的东西啦。当然，你唔要观赏也可以，不过最后把它拿出来泡茶用最好。因为用的那你一方面泡茶也有个搞茶壶的用的。欣赏茶壶的，一来有色茶，一两个东西quite好。一个茶壶的，一般人都有吸引力，因为有各种的茶模同样，有各种的茶壶来泡。像要泡普洱茶，浪费一粒，乌龙茶浪费一粒，一个茶壶的一个香泡出来的茶味唔会混合，表的有可见。那人你也可以讲基本按用一粒，用了一站的空气了，用浪个一粒，你进顺饭，安尼也一种泡茶奇妙啦。以前有谈过人家讲那个洋壶啊，比如讲有的人特别爱用假茶壶去泡某个茶，因为个茶壶本身可能长期地杯，你从先生讲的一个空洞地杯，你几多嗰种嘅矿物质同嗰种茶叶嘅嗰种香味喺地杯嘅。好，嗰时候人家有人讲，像以前的紫砂壶啊，好，嗰啲东西本身如果平常冇用嘅时候，爱色茶色，好，然后比洋壶，好，安尼嗰壶嘅旧嘅，伊即个如有特色的一个香气出来。嗰种我哋而家用我哋嘅新的一台，好，像爱同样啊做茶壶嘅，好，从事同一样的文化创作，有乜嘅建议俾的？要做茶壶是一种过特别的功夫啦，一个包括一个手捏成型，过一个彩绘画图一个色神的形款的用法做法，普通一般一个画平面的，一个立体的一个有一个兴趣来做茶壶的，才quite好一种的一个脑筋的运动用也是把修身养性用那个是就再过进步做过好可以做个专业，可以发展的，有一个quite好的东西。变成一个事业自己来做。对啊，quite好一个有名的导演讲过一句话：，唔一定要成法，咱可以拍出一个好的天样。今日我哋有请嘅来宾李文龙先生，伊都系对一个好泡茶、好识茶嘅人，慢慢地开始学做茶壶嘅，然后把咱客家文化带到茶壶嘅地步，把一啲看起来圆圆嘅泥土，经过油火嘅淬炼以后，变成一啲真实可以用嘅艺术品。今日我哋感谢李文龙先生。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啱用方法，我哋下禮拜再見面。嗰時有幾有人去講啲愛學，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藝術的細胞。有啲人會畫圖，有啲人會唱歌嘅，有啲人會勞作，有啲人會跳舞。李文龍先生把有愛飲茶嘅興趣，透過藝術的腦筋到靈動的書，做成一隻隻特別的茶壺。唔單止興趣變成了一個事業，伊嘛傳承了客家文化。